我實現100日挑戰第84日。咁有一隻先啦，同佢玩要食嘢要頭髮撩緊好長頭髮啊，咁長。跟住有頭髮撩緊兩個眼睛，跟住又有同埋玩要食嘢有俾頭髮到啊先。跟住好似有成日又俾人啲企頭髮撩到，我嘅頭髮係我今日有好早起身，叫阿仔起身，然之後阿仔自己返學，自己放學，我有喺屋企執嘢，收到嘢同埋收唔到嘢，有聯絡，有安排，有準備，有計劃，有放鬆，自我實現，令到我哋生活得越嚟越開心。如果中意就 like share 同留言啦，拜拜。